Carson ，Hello。咦，出咗咧你第2、第3段片之後咧，我哋收到有好多會員咧留言問唔少問題啊。咩問題啊？例如咧有朋友仔問啦，做第2段片咧，咪有個動作做髖關節開展嘅。咁佢哋抬起隻腳之後咧，其實係咪要打圈㗎？係要打圈嘅，不過打圈嘅時候咧，係集中係俾個大髀同埋個臀部肌肉去發力。即係例如話我做嘅時候咧，係要鎖住個肚底下做，就唔可以扭嚟扭去咯。如果咪就好易跌㗎。咁咧，另外都有朋友問啦，做全身動態伸展嘅時候咧，我哋個身體喐動有啲乜嘢地方要特別注意㗎？嗱，我哋要幻想自己好似有條線扯住自己咁嘅，即係話咧要將條腰拉長、挺胸，跟住先至去將個重心慢慢前移。如果唔係咧，就好容易成個縮埋一嚿，咁就增加跌倒嘅風險㗎啦。所以要抬胸。係啦，仲有啊，有朋友問咧，點解你會建議大家做咗第2段嘅延展訓練，先至再做第3段嘅核心訓練嘅？嗱，好似頭先我咁講啦，即係好似有條線拉長咗個人，即係令到我哋嘅腹咧要識得少少收緊先，背脊要收緊喎，即係個核心肌群要夠穩，我哋先至可以去做多少少嘅扭動嘅訓練嘅。咁所以減輕受傷就係最主要嘅原因啦。咁既然大家都好想知道點樣可以做得更加好啦，不如我哋再開多次快閃教室，一次過解答大家嘅問題啊！冇問題啊！嗱，咁我哋嚟緊星期3啊，不如有時間喎，朝頭早。好啊，咁我哋不如就約定大家今個星期3 4月15號上晝10點鐘喺賽馬會流金會見啦。冇問題，到時一齊見。好。